银千百两，惆怅难言，浊酒几回酿。烟雨中小巷回廊，谁抚镜坐盘烟一字回堂。轻骑薄雪须一曲离殇，日翠落许过又何妨？依稀梦枕点亮，看迢迢年华又望见故乡。烟雨沾热杯梨花脏，戏子折袖深深诉过往。石板桥流淌岁月无情试错的仓皇，当年深藏江南的你依旧在心上。莺啼如常我情思量，连得半尺端详过平江。乌篷车摇晃玉兰烟烟，波光碎影旁，却再也寻不出那年你莞尔一笑时的模样。请慢游。这位爷为何一人独饮啊？莫不是姑娘们都看腻了？所谓距离产生美，待了好几日，这花满楼的姑娘都熟悉了，竟少了几分新鲜感。我需要一个人静静。哎，不劳花姐大家，我自己来。那也请自便。我身体不舒服，出去找几味药材，你帮我盯着点儿。要是花姐问我的话，你就说我出去帮你干活了。你想溜号是不？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懂什么呀？这世道艰险。告诉花姐去。好兄弟，我回来给你带好吃的。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？行，放心去吧，这边有我呢，花姐保证发现不了。快点回来啊！好嘞。来了。哦，兄弟果然是同道中人。哦，何以见得？也许我只是个路人，你千万别误杀了。路人？我只是写了一个无字，如果是个路人，又怎么会当真？假亦真，真亦假，这世上哪有板上钉钉的事儿啊？我来是敬慕兄台的勇气，仰慕兄台的胆识，倾慕兄台的为人。如果是这样，我劝你一句，别再为吴越国卖力了，你的头儿根本就靠不住，别到时候被人卖了，还帮人数钱呢。哼，冤有头债有主，请兄台指一条明路。投靠晋国，这是你最好的主意。
是你唯一的选择。琵琶兄啊，你的琵琶怎么弹得我越来越乱了？这心里头。白日放歌须纵酒，我不能放歌，我亦不能纵酒，只好通过这夺命琵琶来寻找知音了。琵琶兄是不是帮我从李莫愁那里打听到什么事情了？他出身名门，奈何其父蒙冤入狱，虎落平阳被犬欺。这李莫愁闯荡江湖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为父雪耻，父女团聚呀。且听奴家细细道来。打住啊！这话我已经听过800遍了。李莫愁现在见着我就说这个，我早就躲着他了。我是说，除此之外的事情。他的父亲是个好官，她也是个好姑娘。就这个，你这样让我很难跟上头交差呀。我这一家老小的命都攥在上面的手里。是了，你可知道我是谁？你是一个好人，给我个机会，我也想做个好人。苦海无涯，回头是岸。我的人马上就到，你跟他们走，保你全家无忧啊！救命之恩，永世难忘。今生无我，来世再报。来，快请起，跪我不如听我弹一曲啊！什么？高山流水，知音难觅呀。嘿，来，快来看看，猜猜这是什么宝贝？看这个形状，还有这个大小，不会是人头吧？夏莲啊，夏莲，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夏莲。我，小二啊，你脑子里边想些什么呀？净说些有的没的，制造恐慌。那就好，是我想多了哈。本姑娘混迹江湖，8面玲珑，风生水起。想要杀个人，还用得着我自己亲自动手吗？什么？开玩笑的，不必当真。我是说啊，这得罪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。哎，我说你这卖了半天关子，还没告诉我们这里面到底蒙的是啥玩意儿？哎呦喂，不就是块破石头，我当什么大巫见呢？非也，这呀可不是一般普通的石头哦。后晋知道不？他的开国皇帝叫什么？叫石敬瑭呀。大胆！哎呀，这位爷啊，好端端的，怎么了呀？这么大动肝火，莫非是我们夏莲姑娘说错了什么？没什么。那个小二，快倒壶好酒过来，这夏莲姑娘要献宝，我们能不洗耳恭听吗？快去！这石敬瑭呀，那可是不得了。这相传啊，他出生的时候嘴里呀含着一块石头，这石头呀还有灵性的，竟帮助一位少年白手起义，打下一片疆土，是不是很玄乎？是不是？莫非就是这块石头？恭喜你，已经学会抢答了。可是这尺寸不太合适吧？你懂什么呀？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这呀不是普通的石头，它呀会吸取日月之精华，天地之灵气，风餐雨露，慢慢长大。你算算看，这石敬瑭都已经多大了？这石头长这么大，也不足为奇嘛。快，大鱼上钩了！
石激起千层浪。吴小儿，你打算投向后进的石头比这块可大多了。我投石头？什么时候？我不管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，总之到时候要是引起什么腥风血雨，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。这位爷，我给您唱个曲儿吧。不劳大驾。那我给您跳个舞呗。不劳大驾。谈钱多伤感情啊！吴家是看中您的知遇之恩，想跟您交个朋友。我一个人闯荡江湖，涉世未深，世道险恶，从来都不敢多交朋友。花满楼的姐妹们又各忙各的，根本没有心思听我诉苦。只有您愿意听我倾诉我坎坷的身世和不公平的遭遇。奴家受宠若惊，奴家且听奴家细细道来。别，姑娘既然有心哦，那我就听个曲儿。哦，好。他哪会什么曲子啊？还是让为兄为您弹奏一曲吧。别啊，也好，我们琵琶哥哥弹的曲子呀，千古流传，自成一派，风格独特。莫氏姑娘，不着急，以后啊，有的是机会。您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你知道人生最大的悲哀是什么？是人活着，可好曲子却听不着。趁琵琶哥哥身体倍儿棒、吃嘛嘛香的时候，抓住机会，能听一次是一次。万一他明天吃饭的时候被淹死了，出门被雷劈死了，喝水被呛死，做梦被吓死了，那他今天所弹的曲子就成了千古绝唱了。李莫愁，你别在这给我捣乱，你给我出去！这是我的房间，你有什么资格叫我出去啊？我在这儿为你遮挡暗箭，你却偏偏往上撞是吧？这是我千年难得一遇的知己，你要是给我吓跑了，我跟你没完！你不识好歹你！琵琶哥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！完了，出人命了！花姐、惜春、夏莲、秋雨，你们快来救命啊！这下坏了，搞不好还真成了千古绝唱了。琵琶兄啊，你可千万不能这样啊！你大人叫着带我走的，我不能白白给你跪下吗？琵琶兄，莫手走了，你可以醒了。真的？还好刚才我机智，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那兵部侍郎究竟是何目的，让你如此煞费苦心？花姐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也就不瞒你了。他的目的是什么，我至今还不清楚，但他接近莫愁，一定不是什么好事儿。莫愁倒还好，现下我最担心的是小二要把那人带到后进去，一旦他们两方联手，你想后果会如何？横尸遍野，血流成河，积怨满于山川，嚎哭动于天地间呐！你怎么来了？吓死我了！怎么说话呢？听说你病了，我还特意来看你。狗咬吕洞宾，简直欠揍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惜春啊，你悠着点，他那小身板经得起你几招啊？要是出人命，我可没钱给你收拾啊！抠门！
你都掉进钱眼里了。哎，华姐，你们说什么呢？怎么把琵琶吓成这样啊？小事，都是小事。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花姐啊，这点小事儿就包在我身上，肯定悄无声息地解决掉。行，我姑且信你一次，好好休息，养精蓄锐。哎，你们刚刚说什么呢？听起来很好玩的样子。难道是在说那个赖着不走的客人兵部侍郎？又来了！我浑身无力，四肢发麻。惜春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跟我玩虚的，这里面肯定有什么猫腻。这事好办，我有祖传秘方，包治包好。什么？胖揍一顿！哎呀！救命啊！哎呀！你傻笑什么呢？怪瘆人的。你有事儿说事儿好不好？你们看，这深蓝色的夜空，旖旎的夜色，风光无限。看，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啊，千万不要被这美丽的表现欺骗了。其实这还能有什么？不就是背后有鬼，把客人给吓跑了呗？狂风暴雨是1级灾难，把客人吓跑可是10级灾难，哪个更严重？你们自己掂量。花姐，还不是那个赵琵琶？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懂我的客人，可是他3番5次的过来捣乱，处处跟我作对，气死我了！花姐，你真的没哭啊？赵琵琶是不是想追你？不可能。为什么？他不喜欢你这个类型的。哎呀，你别多想，他肯定就是哪个地答错了，欠揍。莫愁啊，遇事别冲动。琵琶呢，可能是有难言之隐，也或许是一番好意。等着琵琶来了，一定要找他问清楚。赵琵琶，你是不是特别讨厌我？你是不是特别看不起我？要不然怎么处处跟我使绊？别慌，别慌。我知道莫愁姑娘的意思是，我想用一曲琵琶来解释。好，伴着月色，情深意浓，风光无限。莫愁姑娘，我喜欢你。莫愁姑娘，你快醒醒！莫愁，良辰美景，你可不能错过呀！错过就是过错呀！我跟你们说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其实那个是大凶之兆，大凶。说不清道不明这纠缠，
寄初遇，那雪花飘，惶惶中日思，浮生半梦。如今我却红尘年了，那雨无情花淡漠年华，岁月流逝，流连牵挂。你眼角奄奄，有情渐变，无心插，留来恨难辨。缘来缘去，去不散，心有